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珍。咱先做伙来关心今年公费流感有风声，即马是真手期，已经有袂少人去注，大部分注射的人拢是4大较侪，囡仔只有3成3。为着要互家长会使更较方便，台北市联合病院即马是宣布讲，对今日开始，逐礼拜六的透早，针对红孩仔和细汉囡仔会加开互因注有风射的门诊。那高雄市卫生局对昨开始也释出，祖孙同齐注有风射，就会使抽奖，希望社更较侪阿公阿嬷同齐来注有风射。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公费流感的疫苗，大家拢抢咧注，为家长走几啊间病院，才抢到号码牌啊，就惊囡仔无通注。诊所去的时候都是人超多的，然后说没有疫苗了，对他们好像一天只有配20还是几十这样子。啊，不过6个月到读册进前，囡仔注射率只有33%，以目标达55.5来推广，也有25万个囡仔无来注。为方便家长假日带囡仔来注，北市联医为10月20日开始，12区院外门诊每礼拜六早起加开婴幼儿疫苗诊，每诊提供100剂疫苗，只要查儿童健康手册加健保卡就使。老人家跟幼儿的话，应该是优先打比较 OK。因为他们老人家抵抗力比较不好，小孩子也抵抗力不好，我是觉得先让老人家跟幼儿来打，我是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伫高雄市到20日为止，已经注超过47万8千多剂。若是要正做群体免疫，老人甲幼儿的注射率要搁提升。cover 的范围能够越广越好，你能够 cover 到30甚至40% 的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群体免疫力。那群体免疫力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有10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可能有7个人或者6个人，都有打过预防针，可能其他3个人就被保护住。为提悬注射率，卫生局为23开始推出祖孙仔斗阵来注，就应参加抽奖，呼吁阿公阿嬷带孙仔斗阵来注。可以小朋友跟老人一起打是比较方便，就不用再跑2趟。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民众去做进前最好先敲电话有效，才袂被走一撮。另外，爱过来洗手、正确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才个人的卫生防护，也有效降低得到流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不过，个流感疫苗的安全性也受到侪人的关心。现在，伫咧南韩就发生民众注流感疫苗了后，刷过新的消息，到达已经有36个人死亡。南韩卫生单位对外是宣称讲，现在并无证据通可证明患者死亡的原因就甲疫苗有关系。不过，这已经造成当地民众心惊惊。那当地政府也已经先按下停止互民众注有风射。医疗机构内底，护理师单咧替民众注射流感疫苗，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甲流感同时阵造成医疗机构的负担，南韩最近开放包括青少年、甲老大人，差不多1900万人免费注射流感疫苗。不过，所传出已经有超过30个人伫注射了后死亡。好大韩医师协会要求政府暂停注射，不过政府却表示未停止。 현재 시행되는 인플루엔자 예방접종에 대한 안전성 입증을 위해 일주일간 잠정 유보할 것을 권고한다. 인플루엔자 예방접종의 잠정 유보 기간 동안 사망과 백신 접종과의 인과성 등 백신 및 예방접종 안전성에 대한 근거를 확보할 것을 요청한다. 백신과의 직접적인 연관성 그리고 예방접종 후 이상 반응과 사망과의 직접적인 인과성은 확인되지는 않았으며 특정 백신에서 중증 이상 반응 사례가 높게 나타나지 않은 점 등을 고려할 때는 전체 예방접종 사업을 중단할 만한 상황은 아니라고 판단하셨습니다. 海内社报道，南韩政府调查死亡病例注射疫苗是5间无同的公司制作，配合嘛无同，所以无可能是同一个品牌，也是同一个配合的疫苗引起不良的反应。疫苗的制作过程嘛暂时排除了毒性的反应，只是虽然政府无打算停止注射疫苗，不过真侪民众已经决定要延后注射日期，等到调查有结果为止。 저는 불안하거든요. 아이를 가진 입장에서 더. 독감에 걸리는 확률도 지금 좀 낮아진 거는 사실이라서 안정성이 확보될 때까지는 저는 좀 기다리고 싶어요. 좀 불안해서 저희는 이제 유료 백신을 맞아야 되지 않을까 그렇게 생각하고 서둘러서 이제 맞을 예정입니다. 네. 即马南韩总理丁世军已经下令，要彻底追查死亡病例原因，要用包括尸检甲医务记录这个流行病学调查来追查民众死亡的原因。记者连上整理报道。
那南韩发生有人注疫苗了后全过往的意外，即马讲南韩因所使用的疫苗，唔那是南韩家己生产的，要使用法国Sanofi、赛诺菲这种疫苗。希望台湾要进口Sanofi的疫苗。不过卫福部长陈时中是强调讲，咱进口的这种疫苗和南韩所进口迄批无同，台湾现此时也无出现死亡的案例，所以请民众唔去惊吓。注射下第一档预防得到流感，增加身体保护力。就算最近小连续传出南韩注流感疫苗了后，就出现死亡的案例。不过大部分的民众对台湾的疫苗有信心，对台湾的那个疫苗非常有信心，所以不会担心了。不会，轻微发烧这些等等，其实都是跟一般预防针的一些反应差不多，大概是1-2天有这些反应。那真的严重不良的反应，我们是真的没有遇过这样子。因为南韩的死者在生时阵所注的流感疫苗，除了南韩的国产疫苗，嘛包括法国药厂赛诺菲疫苗，若是台湾嘛有进口。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总共采购603万剂公费流感疫苗，其中赛诺菲190万剂，台湾当样55万剂，国共先机是358万剂。食药署表示，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疫苗上市进程，拢会先经过检验，包括疫苗外观、pH 值等等11项品质安全的试验。不过今年以来到目前拢无发现各样。今年的流感疫苗是都经过检验确认是品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目前整个施打的结果目前好像也都还蛮顺利的。我们当然也跟赛诺菲公司去查询其他世界的各地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可事实上现在没有。好，那韩国进口的批号跟我们也不同，那台湾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陈时中强调讲，会继续关心这件代志。赛诺菲公司嘛发声明表示，韩国发生的事件当地调查，台湾进口的流感疫苗配合，嘛拢符合公司品质检测定数的标准，个卫福部食药署严格检验的定数，品质是安全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陆军特战的指挥部第3营为着提升特种的作战能力，前一阵已经开始做战术任务的行军训练，计共会训练21天，总距离有505公里。陆军也特别安排一个特别的贵宾来示导替国军加油。对画面顶会当看到第3营的国军是唱歌欢迎伞兵真谅解。真谅解伊坐轮椅，不过气色是袂歹。2天前，伊伫咧参加汉光演习的时执行空降任务，无细里传出意外。不过伊是真坚强，骨力复健，也行卡到鼓励国军的兄弟，希望因会使继续加油。那今日的报纸拢开什么大代志？咱带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先来看《澎湖日报》。伫今疫情的炭环头，现此时立法院三读通过纾困3.0特别预算的追加案。不过，这全部的钱是会由国家现在负责来出。这是和国民党的立委批评讲，行政院根本是和子孙仔派负责。时代力量的是呼吁政府爱向迄寡有提纾困金、佮抬员工薪水的企业，将政府补助因的钱全部约倒转来。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安22日咧参议院表示，台湾是法国的伙伴，也是世界重要的成员。法国真看重台湾和法国伫咧经济和贸易的合作关系。勒德里安也期待台湾会当参与世界卫生等等的国际组织。再来，咱来看《中国时报》。真出名的手机茶业者诚心福全去互查到含做塑胶杯的厂商大量玻璃拢倒空做假销，计共骗3亿5千多万。大量玻璃拢公司是搁开假发票，互诚心福全，互因若加趁一手，搁减纳4640万的税金。即马诚心福全的董事长和大量公司的负责人，计共6个人已经被以诈欺等罪名起诉了。再来关心中华的消息，有实力的厂商，甲唔是医疗用的消毒水，先伫咧中华的工厂分装底伫咧干了后，这个骗人讲迄是医疗级的消毒水，甲卖去中部甲北部，计共60多间的医疗院所。检方即马就表示，这个乌心的厂商对2007年开始卖，上无已经赚上千万的乌心钱。
稽查人员到厂房详细核对标签甲证号资料，发现这外包装写酸性消毒剂，内底并不是医疗用的消毒水，啊，不过却被卖到中部北部60外间设邮寄中心，做回机器消毒，这批有问题消毒剂拢已经被用了。将消毒药剂分装在塑胶空桶，并在空桶的外观粘贴有行政院卫生署的许可字号，之后再以 A 公司的名义贩售给不知情的下游医疗机构。检方接到通报，这间伫新北的厂商委托进口商进口酸性的消毒剂，佮运到这间伫彰化彰滨工业区的分装厂商，伫空桶外口打许可字号，卖予下手的医疗机构消毒是邮寄的机器。而且分装的厂商甲进口厂商也拢无相关的许可，没有经过查验登记，所以它的消毒效果不明确，有可能有不当的残留，可能会对身体有损害的疑虑。不好意思，有人在吗？去分装的厂商大门锁起来，无关系对外回应。彰化卫生局表示，使用非医疗级的消毒剂，消毒效果有差别。对患者健康有影响。检方表示，高层为自2007年开始已经卖出2万多桶的消毒剂，成分是不是有问题，还佫进一步的化验。检方侦讯了后，将委托商以30万交保，进口商姓刘负责人是恐惊有交传逃亡，被法院声押禁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先来看美国。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的辩论会伫咧昨昏结束啊。那 Fox 的民调就显示，有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 Trump 会继续连任。不过 CNN 的民调是显示，有超过50%的人认为拜登会掉。政治评论家即马就讲，通常候选人伫咧辩论会的表现，并袂去影响到选举上落尾的结果。到底是 Trump 或者是拜登会赢，这1月初就通知影。因为伫咧第一场辩论一直有人插话，所以美国总统大选最后一场辩论会有桩消音增低，和2个人回归到6大议题辩论。美国政治评论家认为，真少人会当伫咧辩论中用好的表现赢到选举，颠倒是失去选票的机会较大。It's easy to see that some people might be undecided in terms of whether or not they'll show up, whether or not they'll vote. But I don't think that this was, in the end, a game-changing debate. I do think overall it probably was good for President Trump because people saw him, again, in kind of a normal paradigm, the type of debate that we're used to. 后个月初2发行的美国《时代》杂志，97年来第一遍加方便的《时代》改制投票，并且用挂翠暗的红头帽的女子做封面人物。翠暗顶头用广播投票，鼓励今年经历过疫情的民众，后个月初3爱去投票选总统。对这篇辩论，福斯新闻的民调显示，74%的人认为川普表现较好，赢过拜登的24%。It did make him. He did look more presidential tonight than before. I think there were some issues he could have hit a little harder on, but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at least the debate was a lot more civil than it was last time, and I think that made a big difference for both candidates. 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民调是完全颠倒饼。这个呢，39%的人肯定川普的表现，53%的人认为拜登表现较好。Joe Biden is not my ideal candidate, but he makes me feel more safe. He makes me feel like the country is led by a qualified, person. 离美国大选这个呢，剩11天。受疫情影响，已经有超过4700万美国选民提前投票，超过4年前提前投票的总人数。拜登虽然伫咧全国的民调领先川普，不过关键的摇摆州民调显示，2个人的选情更正暗。纽约时报报道，拜登伫咧真侪关键州领先或者是瓦管川普，不过要大赢恐惊有困难。川普真有可能甲4年前同款，互大家真意外的选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欧洲，欧洲的疫情长伫咧拖，法国打算要扩大宵禁，包括意大利、Greece 和 Czech Republic 的防疫规范拢升级，变加愈来愈严格。另外，顶礼拜去确诊为着新型冠状病毒的标准外交部长，即马伊的身体状况真歹，转做是重症，当伫咧加护病房治疗。
法国史特拉斯堡病院为受治表量的患者和医护人员特别保险。法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万例，有超过3.4万人死亡。官方宣布扩大宵禁。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atteindre des situations comme celle de Paris ou de Lille, où les services de réanimation commencent à être débordés. Le nombre de personnes atteintes du Covid s'établit sur les 7 derniers jours à 251 pour 100 000 personnes, c'est-à-dire une progression de 40% en une semaine, qui seront soumis à la règle du couvre-feu, soit 46 millions de nos concitoyens. 特伫意大利伦巴第大区实施宵禁了后，首都罗马的拉齐欧大区23嘛对咧做。东港暗时真侪店家真早就休困，街路拢无人，而且会当看到警方四界伫巡逻。希腊日高一天新增加确诊882例，创新纪录。政府宣布，包括雅典在内几个重大疫区实施宵禁，半暝11点半到透早5点禁止出外，拄日时开始。这个日嘛实施更较严格的防疫规范，包括限制出外、商店、购物中心甲饭店等等关起来，户外甲车内底强制挂吹烟等等。总理巴比斯甚至是出面来回释咧，伊表示，若是无安尼做，这刻的医疗体系可能伫咧11月初7到11之间就会崩败。这刻目前确诊超过19.3万例，有约1/3的病例是伫咧过去7天以来发生，卫生体系是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有4派确诊患者必须要住院。顶礼拜确诊的比例是外交部长威尔梅斯状况恶化，伊是伫咧自主隔离了后，伫咧2日暗时去用送去布鲁塞尔的一间病院。伊的发言人嘛证实，伊近日交互病房治疗，状况真稳定，头壳嘛清醒。今年45岁，威尔梅斯伫咧疫情期间担任看守总理。伊顶礼拜表示，家己是伫咧家族当中受到感染。记者综合报道。甲镜头转转来国内，台湾甲澎湖要设一个安全防疫旅游计划，号做旅游气泡。即摆有风声讲，上紧后个月就会正式实施。那外交部的处长詹浩仁是表示讲，虽然台湾已经准备好势，不过澎湖迄边伫咧防疫这部分也有一寡顾虑，就惊一开放互民众去旅游，就可能真做防疫的空棚。另外，咱的疫情指挥中心是讲，会当参加这项旅游气泡计划的人。现此时只规划互开放互台湾国籍的人。太平洋海洋岛屿国家帛琉2011年被选为世界文化甲自然综合遗产，真正传出台湾帛琉旅游泡泡上紧11月上路。帛琉有希望成做第一波开放国家，未来双方以旅游团形式互相开放边境。不过自3早起，外交部处长曾秀仁证实，台湾确实准备好啊。不过关键是帛琉对防疫有关有疑虑。我们都准备好了啊。那现在帛琉方面呢？他们反而当地能不能100%的防疫，这是他们现在关切的要点。不止外交部证实帛琉旅游泡泡有变数，卫福部长陈时中出席活动时也表示，原本对帛琉旅游泡泡有较大的期待，即马卡条例主要是对方烦恼防疫能量不够，恐惊成做防疫空棚。我们本来有一个比较大的期待，不过现在据外交部的讲法，他们的医护人员是有他们的一些担心。我们持续在洽谈中。台湾帛琉旅游泡泡爱国建议，23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邀请交通部、外交部等单位开第2摆会议，讨论未来实施的细节。参加要有什么条件的资格认定，甲回国了后要隔离多久才规定。目前大概只会开放国人的部分，目前的条件当然是往这个方向，还是要尊重我们跟帛琉之间的讨论。指挥中心副指挥官陈宗彦表示，目前讨论不是最后版本，也还未定案，还会继续讨论，找出最好的方案。另外，进前传出日本政府正考虑放宽边境管制，允准入境日本72点钟以内上步人士，会免除14天隔离，对象有台湾、中国、韩国等，上紧下个月实施。但市长表示，日本依然在研议当中，外交单位还未得到日本的证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的主教任命协议已经2年期满，中国甲教廷即马是决定继续任命，搁签2年的约。虽然教廷是表示讲宗教事务无干涉外交，不过就专家认为梵蒂冈甲中国建交是趋势，2年了后，这也影响到台湾甲梵蒂冈伫咧邦交的关系。
2018年签署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22已经到期，敢是要延长？北京进程一直拢无动静。不过22，中国外交部证实决定将协议延长2年。教廷嘛发声明表示，协议无涉及外交事务。不过因为具体内容前到今毋捌公开过，梵蒂冈的中国专家针对这点是感觉真烦恼，嘛讲到中国这2年压迫天主教徒的情形并无改善。L'accordo tratta soltanto delle nomine dei vescovi, non tratta di altri aspetti sulla libertà della vita della Chiesa in Cina e questo è anche uno dei problemi più grossi che ha questo accordo. Per cui in realtà cosa è successo? Che pur con questo accordo che tratta delle nomine dei vescovi, la persecuzione in Cina è aumentata in questi 2 anni. 不过，大部分的民众认为讲，这个协议对中国的让步，并无改善中国地下教会的处境。其实这份协议都是为着要甲中国建交来做准备，也是容纳得了这天主教徒在中国的合法发展的。这个让步在2年之后，如果说中国内部都接受了，梵蒂冈那边也接受了，很 OK 的话，2年之后，我个人认为他们建交的机会是很大的。虽然台湾外交部甲教廷拢表示这无涉及政治，不过临时协议2年的期限一个过，后一步可能就是中梵建立正式的关系，恐惊会影响到台湾甲教廷的邦交，这是一个警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云林大溪这边的消息。今年因为无风台，蚵仔仔拢有夹伫咧蚵仔壳顶头，这蚵仔仔上无加10倍以上。饲蚵仔业者是讲甲脆笑目笑，因讲准若这蚵仔饲了袂歹，明年蚵仔要大丰收，就有趁得期待。看开蚵仔壳饱满的蚵仔肉，看起来是真好食。蚵仔仔主产地云林大溪沿海，今年获得率是大爆量。原本每一个蚵仔壳敢若有120个蚵仔仔，今年暴增10倍。渔会甲养殖协会认为，应该是天气的关系。没有台风，所以没有受损。往年会有或多或少会因为台风季节或西南风会影响到让科损害很大。所以今年正如所谓的丰收，就因为没有减少的损失。蚵仔是一个很敏感的生物体，它惊吓的话会把储存在体内的精子跟卵子排出来，形成一个受精卵。今年的话算很 OK， 就是有的甚至到达200-300颗。蚵仔仔丰收，让渔民真欢喜。今年因为无风台，除了蚵仔仔获得率悬，大收成的蚵仔拢是非常的饱满，绩效也真稳定，业者是笑嗨嗨。今年无人扣啊，政府最多就算啦。养殖协会表示，饲蚵仔是看天食饭的工作，真歹有期安尼状态会继续偌久。不过，姚渔民表示，大溪蚵仔仔采收了后，会运去家己东石甲台南继续饲。假使中蚵仔甲大蚵仔饲了较好，明年就大丰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明年就要开放有正肉种的美国猪肉入来台湾，但早济敢会去影响到猪肉加工产业的饲草类。新竹公园业者就表示，因为加强表示家己所使用的猪肉，拢是对台湾原体猪肉所来，希望会使减少民众的惊吓。澎公园的贡丸汤，互人看了就流嘴烂，也阁有贡丸做的越南菜，看起来嘛真特别。明年要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拢是用猪肉做的新竹贡丸业者，强调因的原料拢是温体猪肉，不过基检也是烦恼生理敢会受影响。其实美猪进来之后呢，我们会比较担心说消费者会不会说，因为美猪进来然后不敢吃猪肉等等的。那其实就是民众可以不用担心啦，因为新竹贡丸绝对是用国产温体猪来制作，然后绝对是安全有保障的。为了要消除民众的疑虑，真侪业者即马拍算要表示家己用的猪肉的原料来源。毛食品加工业者想要做统一的来源标章。一个餐饮业者来讲的话，目前持续的做法当然还是会沿用在地的台湾猪。那未来来讲的话，这个宣导的部分的话，包括标示、包括宣导的话，这个我们必须要做的。台湾猪对考对一个疫区除名了，猪农总算是暂时当松一口气。接落来要面对明年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的挑战，地方政府讲会做好清楚的标示，加强稽查，保障民众选择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下晡晡的天气变化啥款？咱做伙来去看各地详细的气象资料。
在北部温度上低19度，上悬24度。再来，在中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南部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再来，在东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在金门、平阳、马祖18度到2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敏珍，祝大家平安顺心，咱再会。